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佮有桃园市产业总工会，今仔伫桃园市政府门口开记者会，因不满消防局调动一个别出长官有问题消防员的职务哦。因讲这根本就是白色恐怖。也毋过消防局是强调讲，临时的调动毋是针对个案。大约基层推上门，如何落实真改革？提出四季分队长酒醉倒伫路边，滥用分队人力。再上相片，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甲桃园市产业总工会一群人，七十伫桃园市政府头前抗议市政府无解决无责任中管问题，临时解决提出问题人，积极恶意调动告密者，审核基层意见是个发生白色恐怖。为什么是我吹哨者，是我先被调动？而这位乱搞的长官，他却完全没有事情，一直到事件爆发，而且还是进局里面避风头。吹哨者被无预警的调动，要求2天内打包走人，不但打击基层士气，对于不适任的主管更会养虎为患，因为他会非常的有自信，反正消防局会保他。除了要求撤回派令，促销会也提出撤查分队主管不当行为甲基层意见无应该采用审核制等3大诉求。面对抗议，消防局副局长出面接受认证书。这一次整个调整其实是为了要优秀的13个队员升小队长所产生的空缺，必须要有适当的人力去递补。针对消促会诉求，消防局承认调动时间匆忙，强调并不是针对个案调整，是为了配合小队长升迁派令生效日期，公布调动报道同仁有31位。另外，也以调整过分队长职务要求督察家己调查，若有违反勤务规定，依法处分。也建议未来同仁会当直接举报表单，写反映意见，唔免经过主管审核。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高温。